今次嚟遠志中醫呢度咧有一個新嘗試嘅，就係做佢哋嘅美顏針。可能好多人聽到針咧都會有啲驚，我都有少少緊張嘅。咁但係做之前咧，醫師就好細心啦，俾我睇下佢哋用嘅針，其實係好幼嘅，所以咧拮落塊面度咧，基本上係完全冇痛感，只係有即係一下釘一釘咁樣嘅感覺。而且留針嘅時候咧都唔會唔舒服嘅，你係可以瞓得着嘅。所以怕痛嘅人咧，我覺得都唔使驚做美顏針。咁當然啦，最緊要係個效果啊嘛。有啲人咧做2、3次先有效果嘅，我咧就做第一次已經好有感覺噶啦。包括咧就係覺得自己嘅輪廓線啦，我啲 jawline 啦係明顯咗啦，摸落嘅皮膚咧係有彈性嘅。同埋咧，一起針嗰下咧，我望塊鏡咧係見到自己嘅面色變得好好啦，而且唔係淨係嗰幾秒嘅啫，係之後持續可能成個星期咧，我覺得自己嘅血液循環同埋面色咧都有變得比較好嘅。同埋就係我發覺以前無論搽幾多護膚品啦，或者敷幾多面膜啦，都冇光澤感嘅。但係做完美顏針咧就有呢個效果啦，呢個係令我好驚喜嘅。同埋佢方便在咧，就係你做完起針係冇針窿嘅，唔會紅唔會腫，可以即刻即係化翻妝又得啊，去食飯又得啊，第2日又可以做運動。所以我覺得咧，對於都市女性嚟講咧，美顏針係一個好 common 亦都好方便嘅 treatment， 大家可以去選擇嘅。我就約咗咧，下星期會再嚟做美顏針噶啦，你都想試下，揾遠志中醫啦〜